哋本身係輕度智障學校啦，好多謝共融之行咧再次邀請我哋啦。咁今次再嚟嘅時候，我覺得我哋都見證到一啲同學咧，即係會好積極參與啦。咁同埋藝術家方面咧，其實都見到佢哋嘅成長嘅。今年咧就見到佢哋都開始主動啦，同埋佢哋畫畫嘅速度啊、投入度咧都係高咗好多嘅。我係黃樂天，我嚟自康智屯門晨輝學校。今次我係嚟市集嗰度幫忙畫人像畫嘅，即係有同我啲顧客傾偈。例如講就係你想要加啲咩嘢落去，我會問。之前呢個係阿巴蘇嗰度嘅人像畫，而在上面一啲就係星期五嗰日，我總共畫咗12幅。可能真係有啲藝術家佢哋唔係好擅長同人交流，但係佢哋可以透過即係呢啲畫畫、呢啲創作同客人互動咁樣咯。同班嘅同學都互相鼓勵嘅咁樣，去咗我哋賺到嘅經驗啦，即係大家可以咁樣平輩之間同學互相鼓勵。我哋睇到即係覺得佢哋開始成熟啦，因為已經係高中啦咁樣。都鼓勵到家長咧去放小朋友去參與呢啲公眾嘅活動啦、繪畫活動啊，令到佢哋生活經驗豐富咧，其實對佢哋個人成長都好有幫助。